大家好，又係我江東大霸王孫堅。咁今日我就整備緊行裝，準備出發去遠行啦。旅行可以令到我哋洗滌我哋嘅心靈，增加我哋嘅知識。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嘗試下出外長期旅行一段時間嘅。當工作做耐咗啦，覺得沉悶啦，或者日日如是，開始覺得唔知為乜嘅時候，就係旅行最好嘅時機。咁今次我就又準備遠行啦，呢啲就係我嘅裝備。咁介紹下，有一個地席，有一個睡袋，有一個tent，跟住咧啲營骨就喺度，跟住大嘅水袋，跟住牙膏牙刷啦，牙膏牙刷剃鬚刀，跟住有啲藥啦，有啲藥以防呢個感冒傷風啦。跟住有啲緊急維修嘅膠帶啦，有啲膠袋啦，有啲 BB 啦，吹 BB 啦，跟住煮食用嘅工具啦，食物啦，煮爐啦，仲有啲餐啊碗筷咁。依家我就整個 checklist 出嚟，咁大家咧就可以跟住嚟按自己需要去調整要帶嘅嘢嘅。好，咁暫時係咁多先。